你好，歡迎返嚟收睇新一集精彩嘅 Thinking Tech。隨住我哋不斷突破科技嘅界限，我哋正進入一個現實本身都被重新定義嘅時代。人工智能已經唔再只係一件工具，咁而家成為咗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個重要部分，亦都改變緊我哋點樣嘅身邊嘅世界。今集我哋會探討超現實 Hyper Reality 呢個概念。喺呢個世界入邊，真同假之間嘅界線越嚟越模糊。我哋會睇下人工智能點樣製作影片、生成圖像，甚至寫作，去到一個同人類創作幾乎無法分辨嘅地步。咁咧，佢又會點樣影響我哋對真假嘅認知？佢而家就放鬆心情，一齊嚟探索下人工智能點樣影響我哋對現實嘅感知啦。好啦，我哋先嚟玩個小遊戲，我會俾你諗一堆相，全部都係冇人玩得好開心。不過我想你估下邊個係真，邊個唔係？準備好啦咩？我哋走啦！揾到答案啦咩？除非你答話佢哋都係人工智能生成嘅，否則你嘅答案就係錯嘅。係啊，呢啲人全都係人工智能創造出嚟嘅，令人難以置信，對吧？歡迎嚟到我哋所生活嘅現實世界，歡迎嚟到超現實世界。超現實，佢就喺度，佢無處不在，佢係我哋而家所生活嘅現實。佢正在擾亂我哋對真實與虛幻嘅感知。人工智能生成嘅內容無處不在，新嘅影片到處都有。啲人用呢啲工具去整假片，無論係明星、政客，甚至係你同我哋普通嘅人都中招。有時只係為咗玩下啫，你就係想睇下自己75歲嗰陣會變成點樣。但有時呢啲嘢都可以搞到好恐怖，好似煽動暴力或者散播假消息咁。再講，你有冇諗過你可能將自己嘅資料交咗俾佢唔正經嘅網站？講真，邊個知個相最後會去咗邊，同埋會點用？老實講，我自己就唔太接受得㗎。你可能覺得具所謂啦，反正你張面都已經喺網上到處都係，多得社交媒體。但你知唔知嘅科技巨頭會用呢啲公開嘅資料去訓練佢哋嘅大型語言模型？你知呢樣嘢啦，係嘛？而且唔止係相同埋片咁簡單 ，AI 而家都識寫嘅，唯一可以分到佢同真人寫嘅分別就係串錯字、打錯字或者多咗個空格。而家打錯字都變咗種力量，有邊個會睇到原來打錯字會變成分辨人手寫同 AI 寫嘅關鍵？而家等我哋轉一轉話題，講嘢更加吸引嘅地，唔止係寫作、做資料搜集、重現或者照抄人哋嘅地。冇人成日話 AI 淨係識做呢啲。其實 AI 而家仲可以完美咁模仿人類嘅行為。最近有個叫 MultiOn 嘅團隊展示咗一個可以直接用網頁瀏覽器嘅 AI 代理。呢個 AI 自己一個人冇人幫手之下，成功完成咗加州網上駕駛考試。呢個係 AI 第一次完全自動完成一個現實世界入邊需要人類知識嘅任務，而且唔單止係 AI 做到嘅任務，仲係 AI 做得比人類更好。有研究甚至顯示，依家開始有人鍾意 AI 生成嘅內容多過人手寫嘅內容。你可能會問點解啊？因為 AI 講重點講得好快，佢可以好精準咁凸顯價值主張，同時針對讀者關心嘅問題。AI 生成嘅內容可能更加易讀，亦都更加易明。人類梗係都做到啦，但分別就係 AI 因為訓練咗幾十億個數據點，所以佢知咩係最好嘅。佢用一啲我哋根本做唔到嘅方法去優化同分析。而呢樣嘢改變緊一切。當 AI 可以喺網上模仿人類行為，甚至任何數碼活動都可以俾 AI 完美咁做到，咁問題就冇啦。咩先至係人類嘅特質？ AI 嘅進步比我哋個人同成個社會預期中快咗好多。如果你覺得 Photoshop 已經模糊喺現實同虛擬之間嘅界線， AI 就更加誇張。生成式 AI 帶嚟咗一個全新嘅現象，而我哋根本未有準備好去面對。任何科技可以完美模仿人類行為，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全新嘅領域。呢樣嘢唔單止係極度奇怪，仲係我哋個腦本身都未設計好去理解嘅。聽新聞可以選擇唔信，但當你見到一張相或者一段片，發現自己連感官都唔可以再信，成件事就完全唔同晒。問題唔係呢啲嘢可以造假，問題係佢哋造假做得咁真，搞到我哋而家出現咗心理學家所講嘅唔注意盲視，資訊多到爆炸，我哋個腦根本跟唔上。而家要分辨一樣嘢係咪真係好難。我哋又唔可能成日都質疑佢哋係咪真，就係呢種腦筋急轉彎，令我哋好容易信佢哋唔真嘅。
咁我哋應該點算啊？咁一個 AI 將現實同虛假界線模糊得咁快嘅世界，我哋一定要保持警覺。第一步就係永遠要質疑你嘅消息來源，唔好盲目相信任何嘅，一定要確保你諗到嘅係多角度嘅觀點，要揾多幾個來源去核實，確保你攞到佢係真相同事實。首先，永遠要質疑消息來源。如果有咁好到令人難以置信，咁多數都唔係真。試下再深入嘅了解，揾多幾個來源去核實，確保你睇到嘅係真相。唔好盲目相信任何嘢，記住要保持多角度諗法。第二，要留意嘅細節位。AI 生成嘅內容，通常佢嘅人手嗰種微妙細緻，好似情感深度、針對情景嘅見解，或者文化上嘅參照。如果有啲佢哋落太完美，可能真係要再望多次，要攞清楚嘅。特別係攞手，講真，你有冇留意過 AI 生成人類嘅手係點樣？第三，要接受唔完美，始終呢啲先至係人類嘅特質。寫作入邊嘅小怪癖，影片入邊嘅奇怪燈光，甚至打錯字，其實都可以係證明你嘅內容真係人手做出嚟嘅指標。要欣賞呢啲唔完美，因為佢哋提醒我哋人類嘅真實同創意。最重要嘅係，你應該時刻質疑你聽到、攞到甚至讀到嘅嘢，因為佢超現實年代，真同假越嚟越難分。要教育自己同身邊嘅人了解人工智能有咩能力，知道呢啲科技點運作，可以幫你睇遇到相關內容時作出更好判斷。永遠要記住，知多啲係建立抗逆力嘅第一步。咁今集 Thinking Tech 又攞到尾聲啦，想深入了解最新科技發展嘅見解，加入 Insights 社群。每個月都有最精彩嘅見解直送你嘅收件箱，另外都可以睇下我哋新出嘅電子雜誌 Digital Life。下次見啦，拜拜。